望到呢個居高臨下嘅景觀，係唔需要上到半山。不同嘅會所設施照顧翻唔同年齡層嘅住戶。樓市回穩，當然要睇翻一啲好靚嘅樓盤啦。今日我哋嚟到炮台山嘅豪寧峰，參觀一個過千尺嘅單位。而呢度望翻出去維多利亞港，有個居高臨下嘅感覺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單位，實用有1429尺，冇玄關嘅長方形客飯廳，可以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家景觀可以居高臨下咁望翻我哋港島區、維多利亞港，再加埋九龍區嘅城市景。而客飯廳連接住2個儲物室，可以增加翻唔少嘅收納量。而工人套房有個獨立嘅洗手間，而且可有咁同廚房分離。廚房係 U 字形嘅設計，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充裕，而且仲可以望翻背後嘅開揚山景。嚟到第一間睡房，間隔亦都非常之方正，可以嘅話可以試用埋窗台嘅部分。而浴室嘅部分係有活動窗，增加翻空氣上嘅流通。而另一間睡房間隔上係因為改動過之後，令到空間更加充裕。安放咗雙人床之後，仲有唔少活動空間。同樣景觀有一邊望山之外，另外一邊都可以望到部分維多利亞港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嘅部分，活動空間係更加巨大，更加實用。現時業主叫價係3800萬。如果想要翻發展商嘅品牌嘅話，豪寧峰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你哋有興趣嚟睇呢個單位嘅話，不妨聯絡我啦。